出来加一台全新的冷气，后盖热天的时度唔免遐艰苦啊！这个乡亲真感谢业者的善心。简单的报时间就济，非常的感谢咱的林长署长这个热心。你在地卖冷气想要回报地方，所以讲透过乡公所的协助，捐23台冷气机，和各庄仔内弱势家庭，并且陆续甲因斗冷气。咱嘛看人艰苦过啦，啊算讲咱就有这能力来斗3工是了。不管是冷气的保养啊，还是换冷媒嘛，是拢有服务嘛。这我拢会处理，针对这个弱势团体，这我拢会处理安尼。乡公所特别赠送感谢装肯定业者的善行，和乡内弱势家庭会使感受到满满的温暖。嘛希望讲大家会使加关心这个较可怜的人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